中國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區域。中國位於亞洲東部，面臨太平洋，東面有韓國、朝鮮和日本，南面有泰國、越南、新加坡等，西面有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等，北面則有蒙古和俄羅斯。中國劃分了4類行政區域，分別是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。省會、首府和直轄市都是中國重要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中心。中國的主要地形。中國的地形豐富多樣，包括山勢陡峭、起伏較大的山地，高而面積廣闊的高原，四周高而中間低的盆地，廣闊而地勢平坦的平原，以及山坡平緩的丘陵。中國的整體地勢特徵是西高東低。中國的主要山脈和河流。中國的主要山脈有喜馬拉雅山脈、昆崙山脈等。受到西高東低的地勢影響，中國的河流都是從西面流向東面的。黃河、長江和珠江是中國的主要河流。中國國土遼闊，山河壯麗，有許多珍貴的自然景觀，我們要好好欣賞和保護。